伫台南致力伫竹树角教育的高赛文乐团，为2013年创团到今，毋但有侪大型舞台表演经验，每一档的音乐营也已经累积超过3000名学习人次。今年将迎接第10档，将伫国庆东港举办音乐会。我们演出的曲目有呢，当然少不了爵士经典的 swing 风格，那也有拉丁的风格。那里面对于观众来讲最熟悉的，可能是有一首米西亚他大河拜金女里面的主题曲，叫做 Everything。10月10号当天是国庆嘛，所以呢，我们呢最后呢有一个彩蛋，那大家喊安口，那我们到时候会有改编过的 surprise 国旗歌的改编曲。对，音乐会地点就选伫咧全美戏院，主视觉以充满复古味的漫画风格呈现，佮邀请到国宝级手的大师严正发手绘看板，徛伫戏院外口就会当欣赏到这部作品。同时也看冰淇淋品牌 B-Dub 推出联名款。恭喜10周年，我们特地为他们做了一款，就是巧克力橘子，橘子巧克力的口味，因为跟他们的颜色跟他们那个团体的名称有联想了来做一款这样子的冰淇淋。那卖完之后，所有的这些赚的钱就是给乐团作为就是他们的运作。团长邀请大家伫10月10号来现场味觉、视觉、听觉的长期响应。相信伫大家支持之下，乐团会当继续迈向后一个10档。台南新民社会采访报道。